踏过的东西，掉落喺個身下。你好坏哟！你打人在对你嘴上啊！我打手机坏了，我爸爸马上就他没得了苹果手机，大家个对子上上嘛。我打我只想借自行车门更单了，我哪下再给他摸了一张包嘛。我哪下再对你电话上嘛？我门更单，我打只想鸟些小布呢，我哪下再给他打？我来带鸟才是摸一动嘴呢，被我的你都只包的都摸到了哈。没你个鸟屎壳呢？没摸的东西被臭样子，一火店没拿没在看没嘞？哥，地老牛，马关熬桃子。一张绿服一张包吗？工作人员哈多啊？没得讲鸟屎壳呢，又拿咋的咋？哈到没本事还老是肉嘛？我摸的东西呢？我从来知道靠着人丢噶，知道靠着我拿不在哦。但靠过一头顶人，穿牛穿带路的是。但靠过一头顶人，穿牛穿带路的是。你好坏哟！他给我能搞啥凶？上次的怎么个过过呀？好强个是个不我他的哈！我帮当年不能来一直都在nhà的家女些么子？这不得些么子？这帮我打电话过来的大哥。喂，当真的花钱破一个二头搞出街上的啦？呸！你看，我很猜到了。哦哟，妹妹有时候都很帅，但是呢就要靠实力拿嘛。妹妹有没包吗？没有还在没带自行车的。妹妹有很没差，但是呢又还没到工天。都能容的那么就是要姑和妹妹的区别啊。都能容的那么就是要姑和妹妹的区别。再去这些公婆吗？我简直混那个别人那么现实。我性格不了，不现实。我现实他要给不了凶吗？相凶，你都多能一辈子吗才能相凶？换了你发现，就炸了对人的骨头很肉，会对我们重感情，是不是最差？